来看电子大港的大厂豪硕展会办买个，隆重开700桌。董事长董祖贤讲到，川普搁做总统，伊认为台湾以半导体、资讯甲通信技术为主，美国要是甲咱台湾来合作。伊认为对台湾来讲，要是好处多过歹处。邀请大咖的歌手来表演，田馥甄唱几多条夜招牌歌，豪硕集团掌办团圆日买个，也有天团告五人甲 Energy。今年开700桌，总奖金1.6亿。豪硕的董事长董祖贤讲到，川普重返白宫，认为台湾以半导体加资通技术为主，美国一定要甲台湾合作，分析所有因素，对台湾是好处多，歹处少。尽管世界局势如此，但是科技的力量仍然带给这个世界进步、正面、光明的一个方向。同款也是科技业的消息，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这群行程排甲正满，昨参加伫台北办的全球 PC 玩家盛会，为黄仁勋伫吹气的演讲提供暖身立场。以倒数的形式来迎接我们 CEO Jensen 在 CES 所做的 keynote speech。互人看这是 AI 产业的方向球，市场预计黄仁勋 CES 演讲可能甲辉达新一代的 RTX 50系列的显示卡有关系，也会公布更加侪 AI 应用商机。到时会有甚物款的意外惊喜，正受全世界科技界注意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